多谢雅心在地人在地情来讲婚林口湖的消息。咱乡亲好朋友敢会烦恼讲，过年时啊，唔知要去倒位行村，还是烦恼讲，各大风景区呢，人个人客的人，伫婚林关的口湖，其实有真个稳重版，也是真少人知影的风景区加美景，可以当串联婚家人沿海，好好啊游览一个。 美丽风景、丰富生态，互人心情放轻松。这是口湖二湖扣水池，大家若是烦恼过年行村的所在，人客堂来口湖佚佗是一个真好的选择。其实必推的景点在口湖哈，有好多处，志宏池是必走的，因为它刚得到我们的国际永续景观生态永续奖哈。来到口湖，若要欣赏美丽风景，嘛有真侪在地料理会当吃。在养殖区真侪鱼产拢真新鲜，伫咧北非是食袂到这个好主品。 就是在年假期间，我觉得不用去人挤人啦，来到我们这个乡下，感受一下那个乡村的美好哈。来口湖有口福，口乡是大家过年行村的好选择，欢迎大家同齐来体会口湖的水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